台南大运动百货伫去年12月初，邀请在经偏乡的学童共同参加公益点灯的活动，并且鼓励参与学童将过程甲心得透过文字甲画图记录落来，并且公开来评选。一方面展现学生写作甲画图的能力，另外嘛，互小朋友一个反省思考的机会，培育手心向下，感受对社会有爱甲分享。感谢台南市政府还有远东集团每年募款帮助孩子们。这次办理圣诞节把爱分享出去的这样子的活动啊，也有伴随着的是绘画跟作文的比赛，其实也是让小朋友的这个除了才艺之外，我们还有展现他的一个作文的能力跟写作的能力以及绘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在这边呢，我想办理这样子的活动，也给小朋友一个反省思考的机会，他以后能够做好一个手心朝下，然后呢，能够认真的去同理去感受这个社会的对于其他的人要有爱，要有分享，然后呢，要认真的把自己这个准备好，以后做更多的服务。经过专业的评审，评选最后选出作文组前3名，由着三村国小郑雨欣、王新飞甲吴真安得到。而画图组则是由永康国小的胡雨欣得奖。而配合项目，由着台南大运动百货的店长苏凤燕来颁奖表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